各位香港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清遠跨境置業顧問小張，今日帶大家穿越大灣區，5分鐘直達香港回程巴士站，解鎖一套清遠高性價比輕軌生活圈的精品單位，狀元府98平方米南向3房，首付7.5萬，月供1800，即刻擁有全新精裝未住的品質空間。跟我行入 VR，感受點解咁多港人話清遠係第二個家。呢個就係戶型圖啦，房間係有3個嘅，洗手間2個，一個廚房，一個南向陽台，橫廳設計。睇完戶型圖，我哋繼續睇房，先睇下呢個房嘅大門位置，旁邊就是客人洗手間。呢個就係客人洗手間啦，雙衛設計，朝早全家唔使爭廁所。分段式設計，早晨刷牙的時候不影響入邊的人用廁所。衛生間有2.8方，做咗乾濕分離，是座廁，有明窗採光通風沒問題，加鏡櫃洗手池。老人房9.6平方米，阿媽房貼心室，床邊預留醫療設備插座，行2步就到2.8平方米公衛，夜急都安全。房間可以放一個1.8米床，再定製一個聯排衣櫃，贈送一個不計房產淨面積的飄窗。擔心距離，業主同大家一樣頻繁往返香港，狀元府小區正門口5分鐘車程，直達清遠香港直通巴士上落點，每日多班次往返，香港清遠無縫銜接，揸車20分鐘直達清遠高鐵站，90分鐘到西九龍站，真正實現朝飲冧式早茶，夜返維港看燈的雙城生活。橫廳設計，社交主場入門即見28平方米的超車道橫廳，餐廳加客廳一體化設計，6人長餐桌對住100寸投影幕都綽綽有餘。我哋睇下呢個廚房，4.3平方米廚房，足夠用的操作台加嵌入式消毒櫃，最啱煲老火湯，特別預留雙開門冰箱位，有明窗。採光通風冇問題，煮餸唔使擔心油煙。落樓行5分鐘，三甲中醫院，廣東人最信的調理勝地，繽紛天地加天人廣場、超市、酒樓、戲院全配齊。飛來湖濕地公園，號稱亞洲最大人工濕地公園，1300畝的天然氧壩，來回一圈8公里。北江岸線、晨跑徑加河鮮食街。呢度先係大灣區後花園，7平方米南向陽台正對中庭花園，朝早嘆杯普洱望園林，夜晚星光伴北江微風，同香港房講再見。呢度先係真正打開窗戶給負離子嘅生活。我哋先睇下第2個房間，可以做一個兒童房，8平方米魔法空間，上下鋪加書桌加飄窗全直入。我計過，放1.2米床後，仲有2米活動鈎，細路哥開 party 都得。業主因資金周轉割愛，49.8萬等於香港一個車位價，計俾你聽。首期7.5萬等於香港3個月租金，月供1800等於每日60蚊。平過深圳租房，上星期同區同戶型已賣52萬，呢套約持在我手，今日落定，聽日可過戶。我哋最後睇下主人房同主套洗手間。主人套房13.5平方米加主衛，港人最愛的套房設計，雙人床加2米衣櫃加獨立衛浴全配齊，主衛乾濕分離，凌晨返港都唔驚吵醒家人。香港的家人，呢度唔止係一間屋，係俾你用香港1/10成本換來多10倍的生活空間。點擊預約線下看房，我哋清遠高鐵站專車接送，飲啖北江茶，實地感受咩叫離港不離家。
主人房衛生間有4.6方，做咗乾濕分離。試座廁有明窗採光通風沒問題，加鏡櫃洗手池。樓下就係小區嘅花園，小區有超36%化率的園林小區，鳥語花香且樓距寬闊，特別適合想遠離喧囂的港人家庭。呢套房真係完完全全冇住過人。好啦，今期嘅視頻我哋睇完啦。如果有興趣，可以視頻下方評論區聯繫我，有我的 WhatsApp，有我的聯繫方式。我哋下期再見。